弟兄姊妹，今日係2026年40日大齋期嘅第12日。今日係默想基督的樣式，主題係生命交與主。經文記載喺路加福音23章46節，耶穌大聲喊着說：父啊，我將我的靈魂交在你手裏。弟兄姊妹，我哋先安靜預備心靈，讓我哋同心禱告。主啊，你是我所愛的，我願意跟從你。以上嘅禱告係奉靠主耶穌基督之聖名祈求，阿門。請我哋繼續安靜，慢慢深呼吸，預備去聆聽屬於主嘅說話。請我哋都為自己禱告，祈求上主引領你嘅心投入默想，並且親近佢。以下係經文默想，我哋透過路加福音23章44至到49節去默想基督嘅樣式。我會誦讀經文2次，弟兄姊妹可以合上眼，或者望住熒光幕上嘅經文去聆聽。先聽第一次。那時約有午正，遍地都黑暗了，直到申初，日頭變黑了，殿裏的幔子從當中裂為兩半。耶穌大聲喊着說：父啊，我將我的靈魂交在你手裏。說了這話，氣就斷了。百夫長看見所成的事，就歸榮耀與神，說：這真是個義人。聚集觀看的眾人見了這所成的事，都隨着空回去了。還有一切與耶穌熟悉的人和從加利利跟着他來的婦女們，都遠遠地站着看這些事。請聽第2次嘅經文。那時約有午正，遍地都黑暗了，直到申初，日頭變黑了，殿裏的幔子從當中裂為兩半。耶穌大聲喊着說：父啊，我將我的靈魂交在你手裏。說了這話，氣就斷了。百夫長看見所成的事，就歸榮耀與神，說：這真是個義人。聚集觀看的眾人見了這所成的事，都隨着空回去了。還有一切與耶穌熟悉的人和從加利利跟着他來的婦女們，都遠遠地站着看這些事。經文讀畢。請弟兄姊妹繼續默想經文，可以留意經文當中有冇邊一啲嘅字句係特別吸引你或者提醒你嘅呢？如果有嘅話，請你向主禱告。
請弟兄姊妹以默想嘅心去聆聽以下嘅內容。耶穌嘅一生，用世界嘅眼光嚟睇，並冇留低好顯赫嘅聲威，亦都冇一啲好傲人嘅家世或者財富，甚至係喺年輕力盛嘅時期已經走向死亡。其實冇一個人生落嚟就係為咗要捨命嘅，並且以死亡去宣告復活升天嘅榮耀，為好多兒女去預備地方。呢一啲原本都係屬靈嘅奧秘，都係從基督嘅死開始逐一揭示出嚟。有信服下嘅犧牲，亦都有榮耀裏邊嘅復活。呢一切都係喺神嘅計劃當中。當我哋去睇一睇教會歷史嘅時候，我哋會見到一啲不畏死亡同埋痛苦嘅傳道者，佢哋都同耶穌一樣，將自己嘅靈魂交喺神嘅手裏面，因為佢哋睇到主耶穌愛嘅浩瀚，亦都睇到永恆嘅價值。我哋唔一定都係蒙召當宣教士嘅，但係我哋都可以被揀選成為門徒。耶穌嘅生命就係我哋追隨同埋效法嘅目標。我哋將主權交俾神，遠遠將自己牢牢咁抓住，嚟得安穩同埋穩妥。神並非要限制我哋、奴役我哋，神係要我哋得着真嘅自由。弟兄姊妹，呢一刻你有冇為着啲乜嘢嘅事情產生擔憂呢？會唔會係你工作上邊嘅前途，或者生活裏邊嘅經濟困難，又或者係你嘅感情？你想唔想呢一切都係由主去帶領你呢？再諗一諗，有冇啲乜嘢嘅原因令到你自己唔能夠完全交託俾上帝？嘗試諗下，如果一個人願意將生命嘅主權完全交俾神嘅話，呢個人嘅生命狀態會係點樣嘅呢？邀請弟兄姊妹繼續安靜去默想，並且向上主傾心吐意去禱告，去回應。
弟兄姊妹，讓我哋同心禱告。親愛嘅主耶穌，感謝你將你嘅生命傾倒，為我哋償還罪債。從此，我嘅生命就屬於你。在世嘅時候，我願意忠心宣揚你嘅聖名，我都願意將生命同埋靈魂交喺你嘅手中。以上嘅禱告係奉靠主耶穌基督嘅聖名祈禱，阿門。